解要佢答？黃毓民議員，你立即坐低。點解佢要委任一個民望咁低嘅局長做政務司司長？你坐低。林世龍開始。但係請議員遵守議事規則。行政長官，無論係孔子或者亞里士多德，或者而家現在嘅政治家、現在嘅政治體制，都唔會認為講粗口、粗暴語言、粗暴動作係喺呢個市民合適嘅政治倫理，就係咁簡單啦。政治倫理啊，特首，政治倫理係一門社會科學嚟嘅，你唔識可以幫你上堂嘅。我講亞里士多德，講柏拉圖，講孔夫子，講孟子。孟子啊，2000幾年前已經講啦，民諸一夫就義，未聞弒君也，識唔識解啊？黃毓民議員。喺議會度粗暴，呢啲叫做粗暴啊？有幾粗暴啊？個議會被暴力係咪粗暴啊？政府啲行政暴力係咪粗暴啊？我而家問你一個問題，你冇答我。點解一個民望咁低嘅局長，你委任佢做政務司司長，公然與全香港市民為敵？你解俾我聽，你冇答到。坐低。行政長官。呢個根本咧就好似實在係爛仔所為，不單止係話粗暴添。你睇下，而家已經唔係黑社會地方嚟㗎，黃先生，你做緊發生乜嘢事過？喂，我而家問你啊，做咩委任一個民望咁低嘅局長做政務司司長？你唔答啊嘛？黃毓民議員、梁國雄議員。你唔應該。主席，佢有冇答我問題先？我問題清唔清楚？我而家清唔清楚個問題？兩位議員，嗱，我認為咧，黃毓民議員、梁國雄議員，你兩位嘅行為咧，已經使到我哋呢一個答問會咧冇法子順利進行。我要求你兩位而家立即離開會議廳。